呢間交易所居然俾人偷咗15億美金，而幕後黑手竟然係北韓嘅國家級黑客。知名交易所 Bybit 嘅供應商被人神不知鬼不覺咁入侵咗，暗中改咗個收錢嘅電子錢包地址。Bybit 原本以為轉緊錢落自己袋，點知40萬枚以太幣就咁植入黑客陣營，真係估都估唔到。但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呢單只係普通黑客案，犯案嘅係北韓極度惡名昭彰嘅拉薩路集團。佢哋有成個專業團隊，24小時輪班，瘋狂洗黑錢。短短幾日已經有高達3億美金嘅贓款徹底洗白，去向不明，神仙都追唔返。專家仲話呢筆巨款分分鐘係直接用嚟資助北韓搞軍事同核武。雖然 Bybit CEO 出嚟頂住，話公司硬食損失，客戶資金安全，仲出重金懸賞追兇，但成個幣圈嘅防線其實已經受到嚴重衝擊。最得人驚嘅係，竟然有其他交易所唔肯配合節流，由得啲黑錢過冷河。你以為放喺大交易所就絕對安全？黑客技術越嚟越癲，普通投資者想知道點樣加強自己嘅資產防護，避免成為黑客嘅目標，我哋準備咗份 Web3 資產安全防護指南，即刻留言 Save，我馬上 send 俾你。